婆，婆婆，姑姑。不，新衣在这呢。衣服好着呢，一点都没烧坏。那就好，没烧着新衣，继儿就冻不着了。继儿不要新衣，继儿要婆婆。新衣能为妻儿遮风挡雪，婆婆老了，没有了。姑姑为月儿母子遮风挡雨几10年，月儿不能没有姑姑。姑姑一生的亲人就你们姐弟亲人。姑姑又何曾舍得撇你们而去啊？姑姑好好养病，姑姑要留下，不能走。月儿有了你，才有主心骨。月儿大了，能自己做主。我不要。不要！我宁愿自己死。不许你这么说，你该知道，有柔儿、小人他们能活下来要多后宫你死我活，心里不知分。妻啊，婆婆累了，婆婆谢谢我。妻好孝顺，可惜婆婆再也穿不上妻儿媳妇做的新衣裳。婆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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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着火到此刻，就这么几个时辰。那匣子原先一直放在榻边的，没挪过地方。我找了，可是没有。不会啊，就算那个木头匣子烧了，可金子和珠宝也会留下痕迹，更别说踪迹全无了。昨晚救火，虽说人多手杂，可是不知情的谁又会这么有心？咱们再找找。别找了，定是有人趁乱拿走了。夫人怎可断定？昨晚睡前，你们2个检查火盆了没有？夫人吩咐过的事，我和慧儿怎敢忘记？我和奎姑睡前也检查过，怎么会专烧了我们这个屋子？难道有人故意纵火？10有8九。我想起来了，前2日夫人和香儿出门，姑姑去了厨房，那个奕成跑到屋里来搭讪，一双眼睛贼溜溜地看着那个匣子。是啊，当时那珠宝匣子就放在那儿，一定是那个韩武见财起意。我去找他。
夫人，我们要不要报官？只怕报官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若没有有权势的人撑腰，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。哟，好俊俏的小妞啊！放肆！哎呀，难道是义城的相好？我是秦公子的侍女。我问你们，义城韩武去哪儿了？一大早就不见了。怎叫不见了？昨晚救火的时候，五爷还在，忙前忙后的。可等我们救完火回来找他，人就没影了呀。我们还等着五爷发赏钱呢，似乎找不着人了。对呀，昨晚你们那屋子失火，我们哥几个可都忙活了大半夜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五爷不打赏点儿，要不你打赏点儿？对呀。夫人，怎么？是不是人去屋空了？是。贼得了手，焉能不跑？家徒四壁，一无所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和继儿先搬到你们屋里，和你们一起住。母亲，大姐姐是燕国义后，她若知道了，会来看我们吗？梦莹，她若是知道了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看还有什么可用的。夫人，这些衣裳已经千疮百孔了，还能穿吗2、3件改成1件，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母亲和我把这些竹简挑拣，也能派上用场。我们的房间四面透风，破旧寒冷，真是委屈夫人和公子了。能有这样一个容身之处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只怕再这么下去，连这样的屋子，我们也住不上了。我觉得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。轻点啊，放那边吧。慢点儿，转过来，别撞着老爷了。把东西放那边啊。你，来，喝。你是何人？哎，这是我们新上任的义城老爷赵晨。新来的义城老爷。你就是秦国质子的侍女？是。你看，驿馆的馆舍被烧了，这事儿应该有个说法吧？赵义成初来乍到，想必不知内情。那时前任义城韩武为了盗窃我们公子的财物，烧了我们公子住的房间。赵义成来的正好，我们公子与夫人的房间被大火烧了。那个韩武跑路，无人问津，只好在我们奴婢的房间里将就了几夜。既然赵义成老爷到任，还望安顿一个像样的住处。大胆！你们取暖烧火点着了驿馆的房子，本官还没追究你们的纵火之责，你倒反咬一口，说我前任义城怎么着？偷盗！这个都说你们秦人是虎狼之邦，秦人是虎狼之姓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妇人也如此蛮横无理。那好，那你把前任义城找回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你想当面对质？自己找去，本老爷我公务在身，懒得理你。哼！哎，这些个秦国人肆无忌惮，毫无礼仪啊！拿咱们燕国的驿馆当自己的天下了。不行，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要不然，哼，他会小瞧了本义城。放心吧，老爷。哎，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快让开！这可是义后的车马！哎呀，哎，快点让开！让开！看看。怎么回事？走开！快起来！快点起来！听见没有？快
快走开！怎么回事？这老头挡了道。老伯，以后风雪天走路当心点。这位夫人心肠真好，估计是义后的侍女。夫人，义后的故人从秦国来到蓟城已经多日，现作为质子困顿在驿馆，望与义后相会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只当没有见过我。过来看看啊。夫人，新来的义成答应给炭火了吗？他不给。这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就只要一些柴米和炭火，他却推三阻四，勒索无度。一点吃食，一点炭火，能值几何？最可气的是，他居然坐地起价。这平时晴天出太阳的时候还好，可这冰天雪地的，他囤积居奇，明明知道我们没有钱了，还把吃食和炭火都开出了天价。慧儿，这边礼金已经抄好了，趁天还未黑，你一会儿出去换点钱，卖炭火吧。公子的手都已经有冻疮了，可咱们再也没有更值钱的东西了。就连魁姑给公子做的那件貂皮衣裳都已经送去当铺。可恨奴婢无能，竟让公子受苦，让夫人如此辛劳。我虽一生金海流离，险象环生，但却是第一次尝到没有钱的滋味。过去总以为，只要离开宫中，那便是天高云阔，自在逍遥。却不想，宫中的明争暗斗，那是不缺衣食的；宫外的自在逍遥，却是要以饥寒交迫为代价。怪不得那些人挤破头丢了脑袋，也要跻身王侯之堂。母亲，姐好饿。姬儿，母亲给你倒口水喝，好吗？母亲，姐儿越喝水，肚子就越饿，肚子饿得咕咕了，都已经。姬儿，还记得母亲跟你讲过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吗？记得，重耳在外流亡19年，颠沛流离，衣食不周，最后却成了一代霸主。姬儿不比重耳差，不管怎样逆境，都要坚强。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，有胡衍、赵崔等谋臣相随，齐桓公、秦穆公等诸侯争相以女嫁之。惠儿姑姑和香儿姑姑就是胡衍和赵崔吗？是。惠姑姑、香姑姑，就是胡衍、赵崔。继儿知道了，继儿会勉励自己，继儿出去跑一跑，身上就没有那么冷了，肚子就没有那么饿了。夫人，你们知道为何我日日跟姬儿讲重耳吗？其实不是对他说，而是对我自己说。可重耳流亡，还有10几个忠心耿耿的谋臣相随，还有齐桓公、秦穆公争相嫁女，为他增添助力。可我有什么？我只有你们2个，连一个小小的议程都敢对我们任意欺辱。夫人，这只是一时的，等大公主派人来了就好了。我已经不指望大公主了。我断定她应当知晓，我们已经到了燕国。既然秦国派人递交国书，公子之年幼，由他临朝听政，他怎能不知情？
知晓后，又怎能不问质子到底是谁？有谁与他同往？可如果大公主知道了我们的困境，又怎会不见我们呢？我对大公主曾经有所愧疚，她不愿意见我，我不怪她。夫人，那我这就出去换炭火。